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矽谷银行倒店，联准会声明强调讲会保证民众资金的安全。美国则无继续了，今仔早起嘛影响到台湾股市。物件拢在起价，薪水却拢无起。主计总处的主计长杜特别是表示讲，军公教的薪水是应该爱做调整咯。有好社讲有酒吧的退伍的军官要去中国参加黄埔军校的教学课，退伍会主委房世宽是讲哦，实在无应该去参加。新闻开始来看美国的矽谷银行，因为竞资失败宣布倒店，嘛引起市场的惊吓。外界嘛真烦恼讲，嘛影响到其他银行。联准会发声明强调讲，会保证民众资金的安全，嘛来提供必要的资金来协助银行。美国的三大指数则无个继续落哦，也毋过嘛影响到咱台湾的股市。今仔一开盘就大落170点，也毋过后来收盘是起的。有专家是表示讲，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上严重的问题，嘛有可能会互美国的联准会拍算要继续升利息的态度，会有保留。美国 SVB 集团下底的矽谷银行，在竞资失败了后宣告倒塌，这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规模上大银行倒闭的事件。联准会发布声明，会确保民众扣资资金的安全，希望阻挡这影响继续扩大。不过，台股已经出现暴头啊！透早开价，伫15514.03点，了后继续落，早盘落超过170点了后，有溜转来，逆势反弹。后续这个 SVB 银行是不是会衍生出其他的一个联动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呢，其实亚洲股市在早盘的时候表现还是比较弱势一点。政府已经跳出来说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后续应该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哈。台湾的影响不大。联准会发布声明指出，会向有符合条件、通欠钱的机构，另外提供1年的资金，来确保银行有能力满足所有要来欠钱的人的需求。美国三大指数嘛集体咧起，也若过来回顾是无共调，热钱回流，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上悬有到30.68块，达升达1.68角。股市在这边确实是延续了美股的修正修正一段，但是在汇市方面，外资的信心并没有很大的溃散，所以才会出现股汇不同调的现象。美国联准会2月放出强烈鹰派信息，外界原本预估3月份可能会升息2码，不过因为矽谷银行的事件等等的因素，投资人按算这个月可能敢若会升息1码。另外，这礼拜嘛会公布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若甲1月份数据同款，可能会互联准会预期这个月升息1码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全球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哦，不过咱国的主计总处主计长杜特别是认为讲，咱国内经济因为有特别预算案，所以规档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有机会再达到2.45%。也毋过有立院委是认为讲，政府毋通只会晓等数字，应该要互民众实际感觉薪水有成长哦。因为去年军公教无加薪，杜特别嘛讲，应该爱对物价来调整，也毋过嘛是爱看行政院的态度。今日计数一直起，民商部主计数也在行悬，你会观察主计长朱德平，敢是知影民间的艰苦。鸡蛋1斤多少钱？你知道吗？鸡蛋那个鸡蛋的话，大概是1斤的，大概是大概70-80块。国内的民生因为食物类的价格有上涨，那最主要的是大宗物资从进口都有一点比较提高。朱德平强调，若是产地成本造成计数起，政府无应该介入。伊认为，国内目前是需求性通膨影响较大，应该无啥会有停滞性通膨。那伫疫后特别预算上路了后，经济成长有希望上修到2.45%，也不过联合指挥讲，数字甲民间的感受有落差。CPI 成长就代表我们实质的薪水可能会缩水啊，不是吗？关键还是到薪水所得啊。去年的军公教人员是没有调整薪水，今年你要不要考虑调整？物价有上涨，实质所得降低的时候，应该是调。主计总处表态，明年军公教监视调薪应该甲物价联动，不过也是爱回归到行政院人事总处的调整委员会来做决策，由行政院长同意了后实施。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南部的可旱严重，曾文水库今仔的水量只剩12.7%，中部佮北部的水情感的嘛受到影响咧。今仔早起，地理发现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台中以北的水情是较稳定，各项园区嘛主动升水5趴咯。2礼拜来哦，嘛来开应变会议来讨论水情的定好、强制升水等措施，提前来做准备。 南部可旱的情形无解决，曾文水库欠水量已经为顶礼拜六的15%降到剩12.7%。台南的白河水库嘛，敢若剩19.8%，引起立委是烦恼讲，可旱现象可能为南部拖到中北部。台南跟高雄呢，也开始做一个减压的供水。现在企业跟民众、人民都非常的担心，会不会延伸到 中北部这个地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气候跟气候变迁那确实在台湾的枯水期应该还要再加大力道来做管制。那科学园区的部分现在已经自主节水5%，那它再往下节水是可以做的。在台中以北的部分，相对的水情是更稳定。 随上气候变迁的影响，台湾最近3年差不多拢无风台入来，尤其是南部地区有将近600天无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值得注意的是，高雄今年累积的降雨量是历年同期平均达了4成，高屏溪流量嘛敢若6.4 cms， 这是历年同期的37%，水情会当讲是真严重。水利署也坦白讲，今年面临的情形比2年前8年做大换更加严重。现在高雄已经有500多天没有下过大雨了，所以这个缺水的情况其实是严重。我们面临到当前的这个状况，新建再生水厂对今年的这个旱情可能没有缓不济急，既有的海淡厂增供水量，包括高雄的凤山临海厂。 每日再多增供1万吨的这个水量。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因应着气候变迁，长期调适方案会加紧脚步来建立再生水厂甲海淡厂，也伫2礼拜内开应变会议来讨论水情定好、强制升水等做法，让水资源的供应会当更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宜兰县长林姿妙勘涉着土地甲财产来源不明等弊案，早起宜兰地方法院召开第2届的准备听诉庭，林姿妙出庭话冤枉，伊指出讲检调有一段监听的证据，伊当初讲的理事长是指庄伟乡农会理事长，也毋过检方却指控讲伊讲的人是地主，伊嘛呛讲检方是个编故事，甲伊抹黑。 宜兰县长林姿妙牵涉到土地贪渎弊案，今日法院又召开准备听诉庭。林姿妙开庭前话冤枉，指控检方一段监听是伊卡互前建设处长吴条琴，内底所讲的理事长明明是庄伟乡农的理事长林银洲拜托7层合法的代志，并毋是地主陈正坤，检方评故事甲冤枉。明明内底写的是宜兰县壮围乡农会理事长林其洲。 变成陈正勋理事长，编故事搞我污蔑。林姿妙涉贪案被告拢总15人，去年8月23日检方起诉，前一届法院准备听诉庭，陈正坤、廖峰实业公司负责人林锡钦牵涉到伪造文书当庭认罪，其他涉案13人，包含林姿妙拢否认。谢谢。这是我针对案情。 什么案情要做说明？同款涉案的林姿妙查某囝林嘉玲，甲县府官员陆续进入法庭，对媒体询问拢无愿意加讲。这个案原来为少民众到场关心，包括前立委黄国昌也持续追踪这件案件的审判听诉。法院伫准备庭要搁确认检辩双方是毋是要申请证据调查，传多一寡证人出庭，以利后续召开审理庭。记者综合报道。 金门二大岛一个细蛋的阿兵哥失踪，后来传出讲伊受到对方防救起来，人伫厦门。咱国陆委会主委邱泰山今仔嘛证实讲，中国透过管道通知咱讲，人目前是伫中国。因为这阿兵哥找到失踪，上紧15就会发布通缉。若属于向对方投降，相当是会封判死刑。若属认定讲伊是逃兵，会判5年以下有期徒。目前国防部甲中国方面拢还未说明，这阿兵哥的动机嘛阁无了解。我想他人在大陆这一点应该是确认的了哈。
金门二大岛4弹的士兵失联，陆委会主委邱泰三13证实人到伫中国，对方有透过管道通知。不过，即马国防部海巡署拢伫积极了解后续，是毋是因为感情也是债务的因素，选择收去中国。金门立委陈玉珍回回讲，4弹的士兵并无真侪债务甲感情的问题，所以目的还阁清查。30多万，然后事实上有跟银行谈这个债务协商，没有交女朋友啊，之前有，所以他的生活都很正常。4弹的士兵初9失联，军方初10就发布离营通报，连续6天内无转去，依照规定会伫15以上宪兵队侦办，会发布通缉。外界是烦恼4弹的士兵会泄露机密，影响到金门的防务。不过立委认为4弹的士兵是回头军，所以唔免伤烦恼。这名伙房兵的业务没有什么机密资料在内，泄密的疑虑呢，我们会予以审慎的了解。立委呼吁中国和4弹的士兵赶紧返来台湾，要调查伊的目的。逃兵甲投入敌营刑责差真济。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投入敌营的人，处死刑、无期徒刑，也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另就是逃兵是适用第39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6天内若是自动回队内，会当减轻伊的刑责。现在如果把诚信上兵的那个就是他资料都是先主动公布，那这样子其实中共那边可能就会跟诚信士兵再进一步的套招，情报有时候就是以静制动。虽然陆委会证实人伫中国，不过国防部并无积极回应。学者分析，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并无发布任何消息，可能伫暗算甲台湾对盘，未看办事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第3任的任期。今仔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的时，伊强调坚持一中原则、9二共识来解决台湾问题。咱国陆委会嘛警告讲，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手段有软有硬，透过两岸交流平台来推动统一协商。最近嘛传出讲有上100位退伍的军官会去中国参加黄埔军校的校庆。退伍会主委彭世宽今仔是表示讲，退伍的军官实在无应该去参加，嘛强调讲黄埔军校正统的拢伫咱台湾。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习近平开始第3任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坚持一中原则加9二共识来贯彻解决台湾问题，显示无放弃对台统战。陆委会也示警，北京当局对台湾加大压力，强化操作两岸和战2种策略，佫想要透过两岸交流平台推杀统一协商。这个统一协商，伫你的角色，你认为这是啥物啦？这坦白讲吼，当然是种统战啦。咱家己作为伊的厝边的，咱也走袂去吼，咱爱小心谨慎来应对。面对北京对台拓抢意图不断，传出有上100个退役军官组团要去对岸参加黄埔建校99周年活动，引起外界的关心。邱泰三呼吁，若做这人真正要去中国，唔通做出让人伤心的代志。那我们也呼吁这些人士呢，如果真的要到大陆去，那不要做出让国人非常伤心或者是愤怒的事情。我们假如去了以后，参加他们的活动，台湾上空、海面、中共的基建都没有减少活动，请问我们情何以堪？退伍会主委彭世宽表示，退役军人应该爱国。明年黄埔建军100周年，呼吁参加正统的台湾陆军官校的扩大庆祝。佫提起为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退役军官去对方出卖情报，到即马去中国的事件，拢是有计划性的，一定要谨慎，防止对方持续渗透。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20开始武汉肺炎轻症唔免通报、唔免隔离，只有中重症住院的病人才需要通报做第5类的法定传染病。也毋过外界就质疑讲，确诊分做轻症甲中重症，亲像违法的疑虑。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讲，这款的做法甲流感共款哦，未来轻症就看作是一般的疾病，相关的治疗费用是由健保来支出。抗病毒的药物暂时佫算是公费的药物。
新冠肺炎轻症免通报隔离，一定3月20实施，搁同步调整通报定义。感染了后有呼吸道镜头出现肺炎，爱散素治疗，也是其他并发症。因为安尼住院也是死亡者，才会互人认定是第5类法定传染病。产险工会嘛宣布，新制实施了后，只有符合肺炎并发症，而且有住院甲死亡这2个要件，才会当得到防疫理赔险。不过外界质疑甲疾病确诊定义分作轻症甲中重症，好亲像有违法的记录。流感只有中重症才需要做通报，不需要通报，它就不是法定传染病。那确诊是算其他的，就说跟一般的疾病的诊断一样。试水员表示，新冠轻症的相关治疗费用要用健保支付，不过亲像抗病毒药物这支出，短时间内也是由公费给付。因为本土疫情持续降温，有立委是讲，疫情指挥中心应该量早退场，让民众正常生活。现在还是就是1万例以下，如果轻症又不用通报了，你可能只会剩下几百例。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什么时候你的指挥中心要退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时间表，5类改4类。那个时候，那指挥中心才会退的。试水员讲，目前是疫情较尾站，后续还阁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加新冠肺炎为第5类改做第4类。到时阵指挥中心唔只有可能考虑改编，还是降级开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宣布，台北市公办民营的托育人员起薪对原本的34000块增加到38000块，老师甲学生的比例嘛要对1个对5个降到只需要照顾4个囡仔。另外，有民进党的议员表讲，是政府有请中国籍的临时工伫抖音的平台发布蒋万安的影片。也毋过，蒋万安是表示讲，这个临时工已经离职了，嘛强调讲，这个临时工的工作内容无接触到机密的资料。快只囡仔为一个圆箍仔做伙唱囡仔歌、耍游戏。老三囝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参访南港托育中心，宣布台北市公办民营托育人员调薪水方案，会以学历、年资各再提悬。以大学邮保相关科系毕业的托育人员来讲，起薪会为3万多起跳，希望会当甲更加侪人才留条例。我们将起薪提高到3万8，也就是原本3万4。那去年中央它加码到3万5千多。我们对于师生比也会规划从现在1比5降到1比4。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减轻我们托育人员的负担。另外，为了改善第一线托育人员工课的负担，社会局嘛专门要求公办民营的托育中心，把师生的比例为法定的1比5降到1比4，提升教务品质。不过，嘛有立院议员公开讲，市府请的一个中国籍的临时工，甲蒋万安出席活动的影片传起哩 TikTok， 甚至还阁 #2花一家亲，质疑这个临时工甲市府的公务资讯甲市民的个资流出去。这个临时工所拍的影片里面有包含这个业务上面跟各局处接触的印章，还有民众的申请表都全都录，而且都 #了两岸一家亲，所以是不是统战的作为？我觉得让人十分的疑惑。去年8月开始聘用，然后现在已经离职。那其实他主要负责就是一般的事务还有搬运的工作，不会接触到相关市府机密的资料。蒋万安表示，这个临时工是透过劳动部安心就业的方案去卫生局吃头路。去年8月份日起，目前已经离职。未来若阁一届要求员工伫咧上班时间袂当做非公务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统计显示，讲55岁以上的教授人数，逐档拢有增加，也毋过50岁以下的专任教授已经连续5档拢减少了。嘛，因为少子化甲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才薪水无介悬，所以读博士班的人数是愈来愈少。中研院院长廖俊智就建议讲，提高博士生的奖助学金避免未来出现高教人才断层的问题。提高博士生的奖助学金，现职人员的薪资，即便说我们没办法跟国外的这个一流大学来做竞争，但至少可以拉近距离。
中研院长廖俊伫立法院专案报告的时阵，建议提高博士生的奖助学金，原因是考虑全球的高阶科研人才需求量大，不过国内博士生减少，高阶人才薪水低，退休所得也偏低，安尼可能致使高阶人才会出现断层。制度是不是缺乏设计、缺乏弹性？你这样也不利于人才的延揽啊。教育部目前是考虑是不是从大专教师的这个待遇、知己的这个部分呢，能够去做一个调整。教务处长林定高指出，要研究提高博士生奖助学金，也有立委点出，台湾的大学教师年平均是118万，比香港213万、甲日本240万、美国有295万来看，差真济。要安怎留人才呢？高教人才的平均薪资哦，我们拿美国来看，将近300万哦，台湾118万。资深教授，我们的年薪大概是在164万，我们也让各个学校可以用那个高教深耕的计划的部分，可以做一个弹性薪资的这样的处理。他的老师35岁进去之后，年薪大概就100多万了，结果他的25岁的学生进去就200万，那谁来当教授呢？加级或者是那奖金的部分哈，那个来做一些的提高啊，来增加这个诱因啊。若是大专教师因为学校退场会面临失业的状况，教育部已经建立相关媒合平台。最近5年有994个教师参与，不过敢若69个人成功进入业界，整体效益也有成长的空间。所以立委是要求教育部要提出精进措施来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的前卡球明星林纳克，因为伫社群平台批评英国首相苏纳克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甲6岁时代无啥物无同。BBC 撕掉伊主持人的工课哦，伊目前是阁还未回应，也毋过因为 BBC 的节目调动 ，BBC 的总裁嘛出面回释咧。我感觉这个总裁的立场偏向保守党，已经违反 BBC 中立性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当面临一直升级的规矩，因为前国卡林纳克批评政府移民政策，所方被逼交出不了受欢迎的节目本地赛事。BBC 防控诉政治偏见。压制言论自由，也佮遇到保守党政客恶怒，在伊决定自早到暗拢有卡球节目，也佮真侪主持人求评甲求完成原林纳克，组织部分的节目 BBC 只会当改用旧节目播出。BBC 总裁提姆戴维为节目大乱回释咧。I've made decisions based on a real passion about what the BBC is, and it's difficult. It's this balance between free speech and impartiality. You're questioning his impartiality, but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who are questioning yours. They are saying that you buckled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UK government,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which you were once a member, an official, and the right-wing press to take action against Gary Lineker. Absolutely not to a particular party. To say, I support your migrant policy. Would you have removed him from the air? If he had supported her? I'm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But it's a valid I'm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all the hypotheticals of the past. 林纳克无主持节目了后，出现伫家乡一场比赛看球，4个位的观众对伊喝彩。伊伫推特有870万名追随者。长期以来，伊自信自由观点发文，其中包括批评英国脱欧决定，也伫中间偏向政治家甲活动人士的部分。最近一件是批评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甲纳粹同款。And rather than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ess they've made, the government is casting around to blame anybody else. Gary Lineker, the BBC, civil servants. 有8年历史的 BBC 资金来自所有收视家庭的电视牌照税，有义务伫新闻报道中公正公平。那 BBC 新闻工作人员是禁止表达政治观点的，不过林纳克并不是新闻工作者，无伫这个限制。也安尼，伊的推文有时会超出 BBC 认为会当接受范围。那 BBC 的中立性最近互质疑，现任主席夏普也是保守党捐款人，伫讲伫1年8月时任首相强生一项贷款担保，无偌久就互推荐任命现职。公司新闻。吴伟良编译。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海岸伫10月暗时有2只遭受船冰船，嘛因为天气无介好，救援是真困难。目前知影有8人死亡，7个人失踪。圣地亚哥布莱克海沙坡看到一台变过去的船，也发生有人死亡的悲剧。官员讲，这是加州圣地亚哥历年来上严重的海上遭事悲剧之一。When we arrived on scene, both vessels were capsized and inside the shoreline. It has a series of sandbars and inshore rip currents.
So you could think that you could land in some sand or get to waist-high, knee-high water and think that you're safe and be able to exit the water, but there's long inshore holes. So if you step into those holes, those rip currents will pull you along the shore and then back out to sea. 伫11案，当局接到一通讲西班牙话报案电话，讲一台机动船冰船，船顶有15个人，因过因赶到现场已经未化，救援人员自海底获到尸体，因为大篷布搜救困难。那12透早天气较好，会派船甲直升机继续找。I believe this year we're around 300 maritime events. I don't know if this is the deadliest, but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most deadly maritime events in San Diego's. 当局即摆还佫伫咧调查第二台船顶头是毋是有人受伤，是毋是有互边境的巡逻队查到，也佫无清楚船顶的人是倒一个国家的国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的消息来看，屏东对2月底开始因为民众陪忙烧杂草，发生真侪件火灾。礼拜日的暗时东港大桥附近又搁传出有3件烧杂草引起的火灾。有供庙大好的劳力，嘛伫桥边放烟火。有民众就指出讲，火灾是烟火造成的。屏东县的消防局是搁在调查。声也有闪烁的光线，民众伫宝华边欣赏烟火，不过伫咧对面也传出火光，而且愈烧愈旺。屏东东港大桥外乌龙迄边的宝华，10时暗时有供庙举办10周年绕境，伫咧宝华边放真侪烟火，才有可能是因为安尼来引起火灾。同一个地方发射太多船或者是岸边，它如果有一些比较易燃的杂草或者是建筑物或者是船，油漆都很重的话，应该蛮容易烧。闪烁烟火吸引真侪民众来看，而且放的数量伤过侪，这时间点拄好甲火灾时间灯塔，也互民众怀疑讲这是造成火灾主要原因。消防局到现场的时阵，也发现真侪起火点，会调查导火原因。抵达现场发现多处火点，出动人员立即布一条水线将其扑灭。营旅释放5日前完成许可文件的申请。现场并配置有警戒人员、灭火器、水桶等相关灭火设备。烟火释放时，若发生落焰引发火警时，应由警戒人员立即启动灭火工作。消防局表示，若放烟火时阵无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会当依照跑马烟火管理条例上关罚95万。屏东对2月底到今，因为民众去陪忙烧草的行为，已经引起真侪墓地，还有草的火灾。互消防人员是无应该会顾家个袂喷火，而且即马伫东港溪边的爆发，佫因为可能是烟火来引起火灾。消防局也佫再呼吁民众爱做好相关的火警防护，避免害人害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的警方，去年伫网络抓到一对生出来翁仔某，因透过网络买一寡亲像要用来种大麻的工具。后来警方侦办嘛查出讲，因伫嘉义细厝种大麻，现场查扣91丛的大麻，市价是超过2000万。蔡贤跟他的妻子他们是在网络上自学大麻种植的技巧然后再跟另外一名嫌犯来讨论，然后3个人再合作来做大麻植种的一个犯行制造、运输、贩卖第2级毒品可以处无期徒刑跟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500万以下的罚金嫌犯因对国外买大麻的证据伫嘉义的证，检警伫今年1月中趁大麻要收成的时来抓人。现场是查扣91丛的大麻，甲种大麻的一寡技师，再依照毒品罪移送台中地检署，3个人拢已经被起诉了。再来看林务局为着要防止伫野外修路的时会伤害到野生动物，拢会专工帮动物留通道，让动物会当自由行动，袂因为修路受到阻碍。台东林务局嘛录到袂少动物因知影安怎来使用通道出入，咱做伙来看卖。台东林管处伫地本林道一个水井边啊，菜叶野机有翕到山姜啊、高山啊、甲脏水麻，甚至是水鹿啊。这些动物利用施工了后补强的友善动物通道，八悬八低伫遐行来行去的画面。这款的动物通道，确实对野生动物有帮助。伫人为的工程甲自然环境之间，找到会当生存的路线。那因为早期在做工程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都会造成动物可能不小心进入，然后就跑不出来。
台东林管处管理的范围有6条林道，正做调整森林密度甲救援使用，道路嘛正在需要维修。不过，因过人工的设施，拢无考虑到野生动物通行的问题。有环保团体认为讲，安尼会造成动物死亡。台东林管处从105年开始，就检讨这已经完工的设施，结果另外做补强，或者动物会当通行，亲像是做坡道或者是推等等，有大幅度减少动物死亡的情形。设施方面，像集水井或者是说动物通道，如果去加强它的一个设施的改善，让这些动物能够在山林之间自由的穿梭。台东林管处表示，即个伫底本林道会当看到动物通道的成果，未来嘛用伫其他林道的时间，让动物甲人拢会当伫森林内底顺利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枋寮的新良社区哦，是咱台湾头一个开发出市量产石板技术的所在哦。最近地方嘛推出相关的课程，教民众做鱼竿，嘛带民众去了解养殖业，尤其哦哪耍哪学，有吃阁有掠，大家是拢讲真趣味。民众来到屏东枋寮的新良社区参加食鱼教育的游艇，要来学讲安怎做出好食的鹅鱼煲。有济少年家拢是第一届家己考起来。其实知道人家鱼市场的瓜也领了，但是我没有实际上去做。里面的一些内脏都要清干净的话，这样再去做成鱼叶干的话，口感会比较好吃一点。那加上我们特殊的腌制法，就是我们加绍兴酒，所以它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枋寮的新良社区是台湾第一个开发出量大石板鱼仔养殖技术的所在。从1960年代到当主要发展养殖渔业，亲像石板、蚵仔等等，拢是在地的经济渔产。最近社区推出食鱼教育的游艇，嘛，互社区变得真热热。现在的消费者其实一些鱼种他其实都没有看过，也没有亲自就是说直接接触得到。那藉由这个体验游程的话，它其实可以不只是认识鱼种之外，还可以直接接触到就是鱼的做法，让消费者更多的认识这只的鱼。游客来到新良社区，除了有拍鱼煲的体验活动，游艇嘛带大家骑铁马试温啊，顺续了解养殖产业，和游客哪耍搁哪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的第三国中哦，学校安排一节真特别的课程，教学生啊爬树啊，唔但爱知影讲安怎出来，更爱用一寡知识爬去树顶哦，会当用无同的角度来观察校园。对现代囡仔来讲哦，是一款真特别的经验，咱做伙来了解。然后靠近的话，踩它就会卡住了。二树仔卡详细解说，第三国中的东君老师认真指导学生把保护的装备穿起来，接落来用乌龟的白线夹的机卡，豆豆爬去伫树仔顶，嘛会当互学生用这个机会更加挖近大自然。这叫攀树，它是利用绳结，好让自己慢慢的升上去，所以也应用到我们童军所学过的绳结，以及教导他们怎么去爱护树木，会让他们更亲近大自然，反映到我们的树木是很珍贵的，然后也去想到有关环保的议题。第三国中举办这堂课一定有超过5档的时间啊！校长希望学生提起勇气去挑战家己，在这中间顺续训练学生的体能甲身体的协调性。那我们希望这个攀树课程对于我们小朋友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就是他从不同的视野来看学校。当我们小朋友攀到最高点的时候，他会有不一样的视野跟心态。今天童军课，我们体验攀树，觉得很好玩，爬到上面很有成就感，感觉有更亲近校园。伫树仔顶挂的风味味啊吹，第三国中的学生一个一个拢勇敢完成爬树仔的挑战。这堂无伫教室内底的课，相信一定会伫学生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屏东垦丁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哦，有一个观海楼，是垦丁上悬的所在，会当看甲真远。也毋过因为已经真有历史了，所以是真旧真后。前一站嘛已经翻新了，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手摇手机啊，紧甲眼睛的景致翕落来，这是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的观海楼，是垦丁上悬的所在。360度的视野。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甲太平洋的海景，会当一概总看到。
我觉得垦丁这里的视野很棒啊，我们常常有空的时候都会来到这里走走逛逛，顺便锻炼身体。四周的风景都非常的漂亮。你看那个整个360度的风景，真的是最漂亮、最美丽的。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是住在屏东，但是我们还是3不5时会下来走垦丁森林公园这边走一走。第一，空气好，又可以锻炼身体、锻炼脚力，心情好最重要啊。观海楼的厝尾有恒春半岛山海美景，下袂少游客爬山行大时，顺线来观海楼看海天相连。为着要提升安全，予游客更较舒适的环境，观海楼伫2020年开始整修，2022年10月才开放。从1楼大厅开始到我们6楼，我们都重新的完成了一个室内装修。顶楼我们除了地坪的重铺，我们也做了格栅的铺设，还有墙壁我们也重新给它上漆，做了一个可以打卡的墙面。垦丁森林游乐区希望观海楼整修过了后，游客来到垦丁，唔那是去海边佚佗、看山乌搭，嘛会当爬上观海楼，享受森林的好空气，欣赏恒春半岛风光明媚的山海景致。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哦，即马世界各国拢用流行感冒病毒来看待武汉肺炎病毒。今仔日一场公听会，有学者是提醒讲，武汉肺炎病毒是个继续在变种，建议讲咱国内应该爱有危险分散的观念。无做过疫苗的人是种上危险的族群哦，老大人佮有慢性病加高风险的族群，嘛拢应该爱特别注意。后疫情时代，各国拢有共识，知影爱甲病毒共存。毋过13伫立法院一场新冠疫情的公听会，有专家提醒，新冠肺炎要发展到参一般流感共款，还阁需要一段时间。目前国内防疫放令，3个族群的人要是袂当看轻。就是我们认为应该要有危险分层的观念哦。那这地方现在目前最高危险群是没打疫苗，再来就是脆弱族群，包括长者以及免疫缺乏以及长期使用这个类固醇这些等等的哈，还有慢性病的病人。学者表示，新冠病毒当咧发展伊的多样性，防疫应该爱有危险分散的观念，包括药品甲医疗措施的分配。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建议，会当参考欧美的国家，伫医疗资源无欠缺的情形下，放大照护的族群。有一些高危险因子，比如说高血压的那是比如 BMI BMI 25到30的那吸烟的那这些可能目前都没有列在台湾的高风险因子里面，但是在国外，美国 CDC 其实都有。针对未来防疫的方向，专家强调疫苗应该会一档做一摆，特殊族群就用抗病毒药物来加强保护。记者麦上郑俊佑台北报道。最近的天气哦，各地早暗的温度是拢差真侪，眼科诊所都有未少的病人出现红目睭的镜头。意思是提醒民众哦，因为温度的变化真大，微血管会壁甲乌青哦量要相共。有这款镜头哦，唔通去勒目睭，豆豆就会恢复正常。也毋过，若是定定出现这种症状，有可能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还是青光眼哦，都要赶紧去看医生。都亲像安尼，用手刺目睭前，或者是大力个做，高雄这个细蛋的小姐，目睭隔膜下骹出血镜头变更较严重。本地干那小可红红，煞因为一礼拜逐工做10几届，各用物件甲捂烧30几届，出血变做一大堆血角压着筋肉，地数视力为0.8降到0.4，佮会甲一个物件看做2个。翘倒摆的时阵，有几若届差一点仔出车祸。一开始是还好，是后来一直走到后来才肿起来。生活上有蛮多，就觉得什么都很怪吧。就可能视力部分就觉得怎么看东西都雾雾的。陈小姐伫手机行上班，逐工拢会甲人去接触，伊烦恼目睭红红会害人着惊，想要赶紧好起来，选用着方法。医师提醒讲，寒人到春天或者是天气变化，有真侪人目睭白真变红，这就或者目睭结膜下骹出血。主要是因为人力收缩，地区微血管破去，甲乌青真相像，莫甲水甲刺对家己好起来。结膜下出血，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气候就是什么时候呢？冬天，冬天或是季节的变化，忽冷忽热，它尤其是有些人的弹性又不好，一下子膨胀又缩小，膨胀又缩小，它突然一下就破掉了。目睭前着伤，上晚困、酷嗽，或者是出伤侪力，目睭结膜下骹嘛可能会出血。
不过医师嘛提醒，若准2个月内出现5届到6届以上，就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甲青光眼的症头，一定要赶紧去互医生看。记者欧洲婷、陈显坤高雄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年入围奥斯卡上佳纪录片的《破碎之家》，是记录乌克兰一间儿童收容所。囡仔虽然去拄着战争也毋过因拢真坚强的拼生存。另外入围上佳短片的《红色小地箱》，是一个移动的少女以勇敢甲头巾摕落来，追求自由的故事。咱做伙来看麦。Жизнь здесь всегда была тяжелой, но война сделала все еще хуже. Но надежда все еще мерцает здесь. 丹麦导演威尔蒙特所翕的纪录片《破碎之家》入围今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电影记录伫乌克兰东部一个专门收容家庭有问题，也是去互虐待的囡仔的收容所。导演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拍这支片。伫拍片的过程当中，伊看到真侪残酷、互人悲伤的代志。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嘛看到这个囡仔真了不起的所在。Kids' amazing ability to adapt and to survive and to try to reach out even in tragic circumstances to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导演威尔蒙特伫2017年的时，嘛捌拍过另外一支以乌克兰囡仔为主题，得到真侪国际大奖的纪录片。伊希望这摆会用因为这支纪录片《破碎之家》入围奥斯卡，互更较侪人关心乌克兰的囡仔。一个真有艺术天分、16岁的伊朗少女，伫老爸安排之下，坐飞行机到法国巴黎，要嫁予一个比伊家足侪岁的查甫人。这个伊朗的少女伫机场勇敢甲头巾摕落来，开始准备要逃走，逃离开一直受到别人控制的人生。这是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短片的电影《红色的行李箱》。原本奥斯卡的短片是较少人会去注意到的奖项，但是因为去年发生伊朗的头巾事件，这个影片才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导演是出世伫伊朗，即马已经摕到卢森堡国级的内许瓦德。伊讲伫拍片的时阵，伊要求女主角目睭爱直接看卡梅拉的镜头，因为伊希望透过镜头向全世界受压迫的女性传达一个信念。Follow me, like me, take your hijab off, don't accept this domination, and let's be free. 记者感言编译。早起美国举行奥斯卡颁奖典礼，有11项入围的马的多重宇宙，最后是摕到最佳影片、女主角、导演、最佳原创剧本、甲男女配角等大奖哦。女主角奖的杨紫琼是头一位亚洲的影后，男配角奖的关继威嘛是第2个摕到奥斯卡男配奖的华裔演员。My mom is 84 years old, and she's at home watching. Mom, I just want an Oscar. My journey started on a boat. I spent a year in a refugee camp, and somehow I ended up here on Hollywood's biggest stage. They say stories like this only happen in the movies. I cannot believe it's happening to me. This is the American dream. Dreams are something you have to believe in. I almost gave up on mine. To all of you out there, please keep your dreams alive. 今年51岁的关继威头一届入围奥斯卡，嘛是史上第2个摕到男配角奖的华裔查甫演员。关继威13岁就演出《魔宫传奇》，也毋过因为是亚洲人，所以发展是有限制。后来嘛捌去做幕后的工作。马的国多动宇宙的杰米里·寇蒂斯嘛摕到女配角奖哦，这嘛是演戏45档头一届入围奥斯卡。伊第4个时嘛向共款入围同一奖的黑人的演员安琪拉·贝塞特，甲有其他的演员来致意。再来看之前，因为疫情真侪人拢伫厝内无出门，所以伫日本真侪人营营就帮李卡翁仔来装水水，嘛替因设计服装，嘛甲清草放伫网络顶头来分享，这嘛真做是一款流行，咱做伙来看卖。将翁仔头毛整理好翕相，佮换衫了后，放好造型，佮翕相。这就是日本最近这几年社群网站正流行的リカ娃娃翕相風潮。まずリカちゃん人形っていうのが日本の中で一番ポピュラーな
着せ替え人形ですね。本来は子供が遊ぶために作られている着せ替え人形なんです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を大人が、手を加えてお洋服を着せ替えたりですとか、お家を用意したりですとか、写真を撮って SNS に上げ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楽しむ活動がリカ活と言います。在1967年，日本就推出这种大目睭、温柔笑眯眯的立卡娃娃，为卖到即马，制作商已经卖出超过6000万个。34岁家庭主妇春山兰，过去想要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或者是有一个属于家己的咖啡馆。伊前后买40个红仔，搁手工制作1000多件红仔衫，搁打造一间小小的厝甲清茶，实现家己的梦想。另外，还有红仔爱好者开创一个叫做立卡娃娃的真实生活的小号，用立卡娃娃做主角，演出甲大家同款的日常生活。这种无安美、小可男女生活方式，所受到真侪网友共鸣，互更较侪人有勇气去面对真实生活当中的失败。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华东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